杭州大媽買金虧損咗84%。早兩日彭博新聞報道咧，就杭州有個姓陳嘅大媽咧，42歲咧，就聽朋友講走去買黃金期貨。嗱，佢係話以前係冇經驗嘅關於投資呢樣嘢，佢只不過聽朋友講賺咗錢，咁佢又走去開一個期貨嘅證券賬戶，咁咧佢就擺咗入去100萬人仔。初初佢買嗰陣時咧，2日咧就賺咗60%，但係上個禮拜五一日就全部跌翻落嚟，因為跌得太快太急咧，佢俾咗平倉啦。平倉之後咧，結果由100萬喺現金嚟講蝕咗75萬蚊。咁點解又會話84%啊？因為佢初初係賺噶嘛，由佢個賬戶高點至個低點呢度相差係84%。咁啊，陳女士就話咧，都冇諗過上落咁快，好似過咗大海一樣。期貨呢樣嘢你未了解個風險，因為佢槓桿較大，一喐起上嚟就上落就特別快嘅，所以咧唔清楚個投資個工具，唔明白個風險咧，最好咧就真係唔好立亂掂啦。你哋又點睇咧？評論區討論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